餘生都不會掉低我。Mings 嘅讀者大家好，我係周柏豪，我就會諗起屋企啦，諗起我太太啦，因為一啲隨身攜帶嘅嘢好重要。我每日唔帶錶都出唔到街，我會翻轉頭帶錶，咁等同於同屋企人咁重要。我嘅歌啦，最好不過啦。餘生都不會掉低我，咁啊唔會掉低我啲錶。係我嘅髮型師咧，佢有一隻好 vintage 嘅一個好 classic 嘅一個 IWC 嘅手錶，大概係10年或者11年嘅時候咧，就買我第一隻 IWC 嘅手錶啦。當時咧就係買 Big Pilot 嘅。而家有時我戴一隻錶嘅時候，我個仔都會問我：咁得意嘅，咁大粒嘅側邊嗰個扭，咁我話係啊。我諗係玫瑰花啦，係啦，每一樣好嘅嘢或者靚嘅嘢都需要時間去孕育佢而成嘅。咁呢個正正係可以同我啲小朋友去分享啦，即係透過小王子嘅故事去話俾佢哋聽，所有嘢都要有過程啦，甚至乎有時結果未必係最重要嘅，係個過程，你能夠好好享受每一分每一秒。好似隻錶咁啦，有時望住佢一路個秒針一路行，其實係一種享受嚟嘅。係啊，你有享受到每一分每一秒就唔係浪費。